我哋而家有請本中心主席何秀嫻女士為我哋致送紀念品俾主禮嘉賓。咁就有請香港傑出義工麥蔡月英女士到台前。咁你我將個嗨俾我就。咁我哋咧，好快咧，我哋都可以邀請香港活力耆樂會主席蘇玉萍女士到台上面去接受我哋嘅紀念品嘅。掌聲有請。第二個啦就係中國舞旗青團以及生命舞動計劃義工組柴灣區，請幾個代表可以一齊到台上面接受頒獎。暫時先係咁樣，我哋嚟一張大合照先，預備。3、2、1，笑！過嚟，3、2、1，笑！多謝幾位。跟住就係下一組嘅咁而家咧，我哋多謝蘇玉萍女士，咁可以先返回就咗啦。跟住落嚟有請麥蔡月英女士為我哋致送紀念品俾以下表演嘉賓，分別有中國舞蹈藝術義工團以及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祈年中心，咁就有請代表咧去到台上面一齊去大合照嘅。好啦，咁我哋準備嚟大合照啦，可以企埋少少先，係啦，拍埋少少向台右嗰邊。好啦，預備，最燦爛嘅笑容，3、2、1，笑！多謝幾位。麥蔡月英女士繼續落步。而家我哋繼續有請麥蔡月英女士咧為我哋致送紀念品俾特邀表演嘉賓，咁就係有黎志強先生嘅。咁黎志強先生到台上面接受紀念品。有謝麥女士可以返回就座啦。一場好嘅演出咧，梗係唔少得背後嘅義工啦。咁我哋咧而家有請本中心副主席李秀娟女士為我哋致送紀念品俾義工排名不分先後，分別有劉麗 Terry、梁佩雲 Lucia、賴順妹 Helen， 以及係陳月兒 Flora 嘅，請到台上面接受紀念品。好。下面一笑。咁你有啲留步，咁當然咧唔可以欠缺埋我哋影相留低攝影嘅攝影義工啦。咁我哋有請大埔攝影會以及何偉彤去到台上面去接受紀念品嘅。你哋兩位是第一個去包晒㗎，佢都係大埔會嘅。兩張揸兩張。代表晒喎，代表晒喎。OK。預備。大埔一齊兩張。好，做咩？